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真正用錢買唔到嘅長壽秘訣。好多人以為要食人參鮑魚先算補身，但其實最犀利嘅養生聖品一直擺喺你屋企廚房，普通道理可能會忽略佢。講緊嘅就係黑豆。我認識一位住喺大埔嘅老奶奶，今年已經90有3歲，成93歲人依然精神奕奕，行路唔使人扶，面色紅潤，連頭髮都仲係黑麻麻，無傳百度。去請教佢長壽秘籍嘅時候，佢同我講，自己其實幾十年嚟都好少買貴重補品，全靠每日堅持食黑豆。不過佢食黑豆嘅方法同一般人好唔同，唔係單純攞去煲湯或者煮紅豆沙咁普通，而是有一套最新、最合適現代人體質嘅黑豆最新食法。奶奶話黑豆只要用啱方法食，效果比名貴補品仲要養人，而且全家男女老幼都啱用。今日我就將呢個秘方同埋背後嘅科學原理毫無保留咁一次過公開俾大家，等大家都可以一齊健康長壽。講到黑豆，好多香港人第一時間會諗起青仁、黑豆同烏豆。喺中醫角度嚟講，黑色入腎，而腎係我哋先天之本。隨住年紀增大，無論係30幾歲嘅打工仔、50幾歲嘅中年人，定係70、80歲嘅老人家，腎氣都會慢慢流失。腎氣唔夠，人就容易攰，頭髮容易變白，甚至腰酸骨痛。現代營養學亦都證實，左黑豆裏面含有極之豐富嘅花青素、大豆異黃酮同埋優質植物蛋白質，呢啲成分可以幫我哋抗氧化、清除體內自由基，仲可以保護心血管。不過好多人話食黑豆容易胃脹、消化不良，或者覺得天天煲黑豆水好麻煩。93歲奶奶就教路，想黑豆發揮最大功效，關鍵在於炮製同搭配。而最新最流行嘅做法就係將佢哋整成三黑粉同醋泡黑豆嘅升級版。首先同大家講下呢個風靡養生圈嘅最新三黑粉做法。傳統嘅三黑粉係黑豆、黑芝麻、黑米，但奶奶嘅獨門秘方做咗改良，更適合現代人怕濕怕燥嘅體質。我哋需要準備黑豆、黑芝麻同埋黑桑葚，比例係2:1:1。點解要咁配？因為黑豆主要補腎益氣，但有少少燥；黑芝麻滋陰潤燥，仲含有大量維他命 E， 而黑桑葚就可以生津潤腸，仲有好多鐵質。3樣嘢加埋就形成咗一個完美嘅互補。做法其實唔難，但一定要有耐性。首先將黑豆洗乾淨，記得要揀豆仁係清晰嘅青仁黑豆，因為青仁黑豆嘅藥用價值比白仁嘅高好多。洗完之後一定要徹底曬乾或者烘乾。接住落嚟呢一步好關鍵，叫做慢火炒製。將黑豆放入白鑊，即係唔好落油，用最弱嘅細火慢慢炒，炒到黑豆皮開始裂開，聞到一陣好香嘅豆香味，咁就代表黑豆熟透，可以起鑊。千萬唔好用大火，如果出面許咗入面生嘅話，食咗反而會傷胃。之後黑芝麻同樣用細火炒香，炒到有啪啪聲，香味4日就得。至於黑桑葚，如果買到乾果，可以直接用。將呢3樣嘢放涼之後，一齊放入破壁機或者磨粉機裏面，打成好幼細嘅粉末。呢個三黑粉嘅最新食法就係每日朝早沖杯鮮牛奶或者燕麥奶嘅時候，加2大湯匙入去，攪勻一齊飲。或者好似奶奶咁，每日下晝3、4點覺得有少少肚餓、血糖低嘅時候，用溫開水調成糊狀，當做下午茶食。唔好睇少呢一碗黑黑地，好似芝麻糊嘅嘢，佢裏面嘅精華非常容易俾條腸吸收。好多20、30歲嘅年輕人因為經常熬夜、睇計算機，搞到年紀輕輕就掉頭髮、眼乾耳鳴。連續食咗呢個三黑粉1-2個月之後，明顯感覺到個人精神好多，連頭髮都生得密咗、黑咗。對於50、60歲開始步入更年期嘅朋友仔嚟講，呢個粉仲可以幫助穩定情緒，改善夜晚潮熱、失眠嘅情況。除咗三黑粉之外，另一個長壽秘訣就係改良版醋泡黑豆。相信好多人都聽過醋泡黑豆可以降血壓、降血脂，但傳統做法係直接用生黑豆去浸醋，或者淨係炒熟就浸。好多人食完之後覺得酸到頂唔順，或者胃酸倒流。奶奶嘅最新食法係要將黑豆先蒸後炒再浸。我哋先將黑豆浸水浸足4個鐘頭，等佢吸飽水分，然後放上蒸格，用大火蒸30分鐘，蒸熟之後再倒落個鑊度，用細火慢炒，炒乾水分，直到豆皮微微裂開。呢個先蒸後炒嘅過程可以大大減少黑豆裏面嘅單寧酸同植酸，等佢唔會影響人體吸收鈣同鐵，而且可以令黑豆嘅口感變得綿軟，好似食零食咁。炒好放涼之後，將黑豆放入一個乾淨無油無水嘅玻璃樽度，倒入天然發酵嘅糙米醋或者陳醋。記住，醋一定要浸過黑豆，因為黑豆會吸醋膨脹。
最重要嘅創新一步係一定要加幾粒去核嘅紅棗同埋2塊生薑入去。紅棗可以中和醋嘅酸澀味，仲可以補氣血；生薑就可以後寒，防止醋嘅酸寒傷胃。密封好之後，放喺陰涼處或者雪櫃浸足7日就可以開始食。呢個改良版醋泡黑豆，每日食5至8粒就夠，千祈唔好貪多。最佳嘅進食時間係食完早餐之後。好多人到咗60幾、70歲，血管開始硬化，血壓、血糖、血脂都偏高。每日堅持食幾粒醋泡黑豆，裏面的醋酸可以幫助軟化血管、擴張血管，而黑豆嘅大豆異黃酮同花青素就可以阻止壞膽固醇沉澱。我身邊有位50幾歲嘅朋友，本來有輕微嘅三高，醫生叫佢要注意飲食。佢聽我講完，反去叫屋企人整咗呢個醋泡黑豆，每日朝早食7粒。加埋適量運動，半年後去醫院復診，醫生都讚佢啲指數進步咗好多，連血管年齡都後生咗。可能有人會問，黑豆咁好，係咪全家人都啱食？奶奶話冇錯，只要用啱呢2種最新食法，無論係讀緊書嘅10幾歲小朋友，日夜奔波嘅30幾歲大人，定係90幾歲嘅老人家，都可以從中獲益。好似家陣啲10幾歲嘅學生，讀書壓力大，每日要面對10幾個鐘頭嘅功課同考試，用腦過度，成日嗌頭暈，記性差。3. 黑粉裏面嘅黑芝麻同黑豆含有豐富嘅卵磷脂同鋅元素，呢啲都係大腦發育同運作所必需嘅營養。家長可以每日朝早整早餐嘅時候，用3克粉調1碗香噴噴嘅米糊俾小朋友食，既飽肚又可以補腦，增強記憶力，好過食埋啲加工嘅穀物片。至於30幾、40幾歲嘅上班族，每日坐喺冷氣房，對住計算機至少8、9個鐘頭，好少運動，加上飲食不規律，好多人都有過勞肥或者亞健康嘅問題。男士們可能30幾歲就開始出現 M 字額或者肚腩大，女士們就因為氣血不足，30幾歲望落去好似40幾歲咁，面色暗淡。對於呢個年齡層嘅人，醋泡黑豆簡直係生活黑客級別嘅養生好物。每日帶1小樽返公司。食完午餐之後食幾粒，可以幫助消化，減少脂肪積聚，仲可以抗疲勞。黑豆裏面嘅膳食纖維非常高，可以促進腸道蠕動，對改善辦公室一族常見嘅便秘問題非常有幫助。便秘搞得妥，體內毒素排得走，皮膚自然就會變得光滑，面色都會紅潤返。而到咗50幾、60幾歲嘅退休人士，身體機能開始走下坡，關節開始退化。中醫成日講肝主筋，腎主骨。骨骼嘅健康同腎氣息息相關，好多老人家一到冬天或者一到打風落雨，膝頭哥就開始酸軟無力，行2步路都話痛。93歲嘅奶奶分享過，佢喺50幾歲停經嗰陣，都經歷過一段時間關節痛，整個人好似冇晒力咁。後來佢開始研究食療，堅持每日食黑豆。慢慢發現自己對腳越嚟越有韌力。黑豆裏面嘅鈣質含量其實好高，每微克嘅含鈣量甚至高過牛奶，加上佢有豐富嘅異黃酮，可以阻止骨骼入面嘅鈣質流失。所以阿爸阿媽如果經常腰酸背痛，不妨幫佢哋準備呢2樣黑豆寶物。不過雖然黑豆係長壽聖品，但食嘅時候都有幾點要注意。第一，一定要食熟嘅黑豆。生黑豆裏面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劑同血球凝集素。如果冇煮熟就食，會引起食物中毒，導致嘔吐、肚痛。所以無論係炒定係蒸，都要確保熟透。第二，量唔可以過多。黑豆雖然好，但佢始終含有較多嘅膳食纖維同蛋白質，食太多會加重胃腸負擔，容易放屁或者胃脹。3. 黑粉每日2湯匙，醋泡黑豆每日5至8粒，就已經係最完美嘅黃金分量。第3，有嚴重腎病需要限制蛋白質攝入量嘅病人，或者痛風發作期嘅朋友，就暫時唔好食咁多豆類製品，最好先諮詢醫生嘅意見。養生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亦都唔需要追求昂貴嘅燕窩花膠。長壽嘅秘訣往往就藏喺呢啲最樸實、最天然嘅食材裏面。就好似93歲嘅奶奶咁，幾十年如一日將食黑豆融入生活習慣當中。唔需要大費周章，只要用啱3克粉同改良版醋泡黑豆呢2個最新嘅食法，將黑豆嘅營養發揮到極致，就可以喺不知不覺間幫自己同家人築起一道健康嘅防護牆。健康係最好嘅投資，而最賺錢嘅投資往往成本最低。由今日開始，不妨去街市或者雜貨鋪買斤青仁黑豆返屋企，跟住呢個方法整俾全家人食，你會發現堅持落去，身體帶俾你嘅回報會遠遠超出你嘅想象。祝大家都可以好似大埔嘅93歲奶奶一樣，活得健康，活得長壽，餐餐都有胃口，行路健步如飛。